来看高雄第三座设伫桥头的再生水厂，今仔举行动土典礼哦。按说2025年会当完工，逐工会当来提供3万吨的再生水，予台积电使用。大点，请动土。 当铺进前行政院长陈建仁率领官员诚心祭拜，祈求工程顺利。这位伫高雄桥仔头的再生水厂是北高雄第一座，将原有污水厂扩充扩建，预计2025年完工了后，污水处理量会当为原本2万吨提升到5万吨，嘛会当一工供应3万吨的再生水，予台积电使用。 企业普遍使用再生水，这个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劲，那尤其台积电当然水是很重要，而且台积电的水它是要求的相当的严格比我们喝的水还要严格。工程总经费50亿，中央补助92%，完工了后会是高雄第3座再生水厂。 如果加起来会当一工供应10万吨的再生水，市府表示，透过再生水的运用，会当稳定高科技产业的用水，嘛会当对抗旱有帮助。南贸议员发现，高雄自来水管漏区，逐工漏掉11万吨的水，强要录到所落的抗旱水井的出水量。 漏水量也有11万吨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50口井呐，也不过13.2万吨呐，漏水的量等于这13口井的量市府表示，自来水支漏的管辖单位是水公司的直接反映。水公司7区管理处嘛讲，到2022年的年底，高雄市漏水率8.34%。若是根据计划，明年有机会会当降到7.38%。高雄水管汰换计划核定到明年底，后续还未定案，会搁向中央来反映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